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我爷爷今年85岁了，听力越来越差。今天我给他买了个助听器，看看能不能改善他的生活。阿妈，哎，老来子，今天来送个好物事给你的。啥个好物事啊？拔掉个手听器。手听器。朋友们，我爷爷的耳朵平时是非常的不好。阿爹，我现在跟你讲闲话，你也听得清爽？现在这样听得清，而且这样近，就是远点侪听不见到。哎，那也是因为大眼病或是啥耳朵不好？那个不是个，那个年纪大着，年纪大着本身来火的。阿爹，那个呢？你试试看。那个是正规的喉来依恋气仪，打了耳朵里一点点方便的不得了。现在你打着试试看。6段降噪处理，打开自动开机，操作方便。阿爹，现在我讲闲话你也听得见？阿爹，你也听得见？2米外，爷爷就很难听见。朋友们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出了你到底啊？阿爹，那个两只物事有16个通带，通带越多了，对声音的波长范围越大。现在爷爷已经戴好了耳机啊。阿爹，我现在讲闲话，你也听得见？听得见啊？啊，清爽。清爽。所以你自家也会得用啊？我自家讲闲话有两样的，还是有卫生的。还有卫生的，这。那么你自家也会得用个那个物事？会用嘛？一般性的人家就是讲上耳朵里一插完。阿爹，你下趟出去的时候还装了那个里向，到了身上方便的。让我来试试看，我来试试看。哦，那个对我来讲太香子，出来的声音也是清爽，也是干净。跳还是难打，来，哦，香个。哎，搿么阿爹，你还在用吗？